玉兰，黄玉兰这个是谁？不要加了，他又叫出来，黄玉兰是谁？黄玉兰，后来我妈说你二嫂啊，哦对哦，吓我吓，我居然连我自己亲人的名字都忘记了。上次我回 FB 也是，后来我一直问他为什么一直加，因为我一直拒绝，因为不认识不会加。他就会一直加哦，一直加。奇怪，这个人怎么那么烦？然后有一次我婶婶就问我，为什么你那个 FB 我都加不到你？你有设什么密码吗？对，没错，我是骇客。明明不是。没有，我忘记我婶婶叫什么名字。有的时候那个没有显示照片啊，你又不好意思去加嘛，因为同名同姓的人很多了。虽然现在讲是借口啊，二嫂对不起啊。对啊，我们突然讲到这里，就是好了 ，FB 记得要好好选择好友了哦。结语下得太快，太逗点了。接下来刷落来这条歌曲，还有 Check It Out Two。是，这个别人的歌要好好唱一下，还有，他也有来啦，对，刚才中场休息的时候，有一个哥哥，他叫闪贝，他唱歌好不好听？好听，很好听哦。他是来自卡蒂布的一个年轻人，就是翻译成国语叫资本帝国嘛，他的真正的旧称叫卡蒂布，我先各位大家。听他唱歌有没有感觉到好像古时候的人在唱歌的感觉？会起鸡皮疙瘩哦，就很喜欢哥哥唱自己部落的歌曲，特别是他有拥有这么好的声音这样子。而且是那种一般市面上听不到这样的歌曲，然后也没有这样的声音，很少。这是属于部落的歌曲，部落的人这样子。然后很开心，很高兴。他最近也要。录制了新的专辑，这样子，希望大家可以捧场一下，为劝你加油，好不好？然后最近，原住民有一个地方，卡蒂布也是很红哦，因为出了很多很大的事情，这样子就是，因为公务的问题，事情的原因是因为公务，台东县政府要。因为观光的关系啊，或者是地方产业的关系，还是怎样，没有跟地方的协调好后，然后要强制把原本他们祖灵的地方、祖先住的安葬的地方，因为这样的事情，然后把它迁走，然后都没有跟部落的讨论过这样。我是觉得，为什么原住民地方一直在发生这样的事情，要不尊重部落的人，不尊重我们族群的人，这样子，偷偷拿走我们的土地。然后抢走我们本来应有的权利，这样子，一直到现在，还是一直在发生这样的事情。我觉得难过了。我们其实一直在希望可以用自己的力量，自己可以出声的地方都我们可以像你们说这些事情，台湾其实很多人都不愿意出去，可是还一直发生着不公不义的事情，这样子。我们知道。我们互相支持，互相打气，加油这样子，为卡蒂布加油，好不好？好。希望大家没有办法到现场，但是如果大家有关系，没关系，就是有那个心意就好。我本人也有去参加他们的游行啊，对啊，然后就是我们校长跟主任知道，特别总有半天假去参加这个活动。但是我们校长跟主任说，你不要说你是哪个学校的，他们也是有压力。但是我很感谢他们能让我出来这样。他们也不是原住民，我的校长跟主任不是，可是他们跟我很熟，就是因为维大利的关系建立起我们之间的桥梁。然后，对啊，那希望这件事情能够找寻一个很好的解套的方式，有一个平衡点。对，希望是建立在尊重的一个前提之下。对，我希望大家都不希望自己的祖坟就这样被土机挖了一个大洞，然后逼你跳下去，这样子，拜托那个挖土机不要再挖这样。好，希望这首歌《卡蒂布的风》是阿修的创作，因为刚刚都没有讲到阿修，就是他今天又来他在外面。如果阿秀唱得不好，
就偷笑就好了哈，不要再像那天丢臭鸡蛋还丢到我。他们刚一说丢臭鸡蛋，有人太注意了，一出来就啪，我就在那个人后面，那个后面，好吧，就惶惶的一片回家里。对，好，为大家带来他第五的风，谢谢。好，我讲今天。